是这一波的苦难，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值得陪在他身边。然后我们的爱情，我觉得是真的是高山低谷，只有我们彼此知道这样。那未来会有好消息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。对，一起这里。好。这10个月来，其实这个10个月其实有很多媒体在乱写，但我都没有机会。我也觉得不需要去讲啊，因为事情过就过了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事情的全貌。当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，一个人不可能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一件事情不可能全错，里面有很多原因。那我觉得不需要去解释，有些事情你多越描越黑，那时间会证明一切。然后做好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就好了。那家人一开始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会，他们也搞不懂雾里看花，因为其实真的是很多东西是很难说得清、讲得明白。但是当时他们是有一些稍微的小的不理解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很快就忘记了。我们没有讲，但是应该是我说过，我愿意陪他走过那个困难嘛。然后走过那个困难，靠自己的人力量是不够的。我们就是其实真的不是用教会来一直在用那边晃，是真的。如果大家真的，你可以去教会看。然后他也因为这个受伤，然后他也回到教会，然后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也好，去重新得力也好，然后他的生命也渐渐的健康改变。因为他马来西亚一定要，是马来西亚人，马来西亚必须要。因为他台湾会害怕你，搞不好你已经娶了4个，不是我的意思是，这是台湾一定要的规定。这是台湾要的规定，对。所以你已经办好了。对，办好了。而且你看我家人还特地去办哎。代表他们。代表我家人多祝福。对。多祝福。我是有看到媒体他进演艺圈上节目。有我看到，非常祝福。会不会想说哪天有机会一起公开啊？有形象有点不好。会排斥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现在是会朝和解的方向。官司不能透露，因为都还在进行中，声明不公开。还会很久。我也很想知道。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还是在跟马娟。应该都要等公司安排啊。其实我们演员都是被安排的角色啊，从来都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去争取，我连下一档的角色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其实都是被安排的。如果公司安排我们，当然就是顺服。对啊，就做好自己工作。